一直到今仔日，库市啊也是充满新鲜的活力，一摆搁一摆甲我成入去，散步、开讲、做一寡记录，甚至展开研究。我的五感就安尼拍开啊，点头风治好啊，巴肚风饲饱啊，想想嘛澎湃起来。市啊是市民生活的小宇宙，我伫市啊一工大大。即马是半暝3点，全台湾的民众大部分拢还搁咧困。不过我伫遮对生肖铃，伫一响一响之间愈软愈紧。快！拍袂作业就要开始啊！无赶紧是袂用哩。抢时间的紧张感是愈来愈高，我敢若雄雄行入一个电影场景。而且是2倍速度的状态，大家角色拢就定位，其实为昨暗就已经开始啊。各种高效率、各系统化的准备工课，互滨江市场这台超大台的机器迎接刷落来无咧法庭的高潮剧情。甲上山机场的跑道隔一条大路，这间餐厅以新鲜的食材出名，半开放的空间，坐满外国人客甲本地民众。伊的位置真奇妙，毋是伫市中心的商业区，颠倒是伫大型市仔的角啊。Hello， 我是李明聪，一个行出学院。介意伫市仔观察人生百态的社会学者，这是滨江市场，日本时代，这是中央社会市场，嘛是台湾头一个综合批发市场。80年代，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开始经营台北第2果菜批发市场，每天差不多有2300栋为全台湾来的菜色伫遮买卖，一年成交10亿新台票。同一个时间，才当咧兜兜进行，在台湾各地农产品的大小台货车，真有规矩，当咧排队入场，准备下货甲贴货。若是甲国家比作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伫首都核心的市场，应该就是伊超大型的位，大量的各种食物直接寄存、流通甲消化。逐工要暗啊，上千上万的家庭甲餐厅开始传暗顿的时阵，滨江市场嘛同时出发。不过呢，伊的准备工课永远爱提早一天。另外，阁有4个行来行去、专心咧检查的理货员，伊毋但爱甲堆敢若山的农产品分类编号，嘛爱甲等一个效率介悬的拍卖流程准备好，阁爱做农药的抽检，甲品质顾好调。有不合格的，我们当场马上验的时候就有不合格，就要马上就要通报现场，就报废了。现在2点半。这边我们先刷卡，完成报到。对对对，
查看有没有公司有没有欠款，欠款的话会马上做停止交易。好，那就 OK 了。现在往我的工作方向吧。没问题。移动战略有够强的吴老板，是伫市场的真济行销商之一。伊除了第一楼有一个单位，专门咧卖柑仔蜜，嘛有一个团队替餐厅代买，还有配送食材。然后我现在大概做一个抄货，我要买货嘛。伫拍卖开始进前，总是爱先检查为各地送来的农产品质。像吴老板这款的竹青质林，干那看果子的外观色水，就分得出青色甲好食的程度。那你怎么看？不能试吃嘛，对不对？怎么看哦？蛮有趣的，因为它的单价蛮高的。了解。像这种它都不能开，它是属于比较高级一点的番茄。它种的品质就是到那边，我们都不会去看它的货，我们只是看它的大小而已啊。农民自己的那种种植的水平就是到那边，你只能偷看其中的部分嘛，对不对？因为它那么多箱，每一组货代表一个农民，所以其实也是有一种默契跟信任哦。对，我不会全部抄，你抄这里是不是？这是拍卖序号718是拍卖的序号，对，埔里农会，对，然后它的代号就是他们农民的代号，所以这就是特级，然后size是中。这个每个农民的定义都不一样真的哦，因为他觉得他的东西是好的嘛，但是在公开拍卖之后，不见得他的东西价值是好的。但他也不能总是都写特啊，他每次都写特的话，下次人家看到的东西就不会买他了。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分级包装啊。炒货的动作看起来简单，其实学问足大，而且效率爱紧，对品质甲对应的介绍判断爱准。在我看来，这个职人伫半暝做遮尔紧节奏的工课，其实甲你是金融界复杂的交易足相像的。这边全部都是高丽菜，这是高山的啊，那边的包装方式就是这样，那这是平地的。这个是因为它剖开给，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哦，内部会有一种所谓的叶子会干掉，这是大自然现象，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这种发生。那这个不就会影响价格？非常大，这个到店面餐厅都会被退货。可这个你外表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有点像样本，对，开给大家看一下。对。除了新销人爱炒货，准备上场来担重大责任的拍卖员，嘛爱先独立检查家己等下要拍卖的食材，因为伊爱根据这个动作来定拍卖的底价。那请问你起价的基准大概怎么定？就是参考这个行情表，就比那个行情表再好一点，那你就可以，或者再低一点这样子，就各自有一些。对，但这只是一个参考，这还是以现场竞标价为主，所以他们会说这个价钱是浮动的，而且农民可以马上知道拍卖价格。我们这是24小时连线的，因为农民当然会希望价格越高越好啊，然后他们当然希望价格越便宜越好，然后你在那个中间，对啊，所以我们要拿捏得很好。你的公司在这边有几个同时之间在运作的采购？除了你以外，目前有4个，这是我们同事啊，他负责采买水果方面的。哦，水果的。对，他还是在看啊，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跑全场啊。对。因为批发市场的经销商大部分拍团体战，负责无共食材的同事，就爱随时甲头家汇报，伫这个大空间弄来弄去，上有效的联络方式。就是无线电，甲手机啊的通讯软体。我现在了解一下，我今天要的订货量是多少？那你是用 LINE 的群组吗？我是靠 LINE， 现在 LINE 真的是生活上非常重要的必需品，没有让它根本没办法做了。对，大家回报需要的数量等等等等。对。我对吴老板的脚步夹伫一箱一箱的果菜之间。我若无专心，可能就缀袂着阵。尤其伫半暝3点，拍卖就要开始进前，抢时间的紧张感是愈来愈高。我敢若雄雄加入一个2倍速度的电影场景，大个角色拢就定位，做好家己工课，因则刷落来高潮剧情。快！
太想象半暝啊3点，全国民众大部分还搁咧困。这个家族首都之位的滨江市场开始激动鸟市场，不过嘛，亲像平常遐顺时，运啊运作起来。泰国仔出落来30，可来30，30可来10個來82，個來83。我炒，我立炒，等我下個。84件啦，84件啦。来，你找来哈。會啊，我來3件啦，我攞貼杯。而家7個杯靠3邊。老七，去。为什么7块会掉到6块半？因为如果没有人看的时候太，喜欢它的产品了。那它可以降，对不对？对啊，对啊，降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停掉了，真的、会流标。哦，这个很好哎。所以它是一种新品种，哦，它价格很好哎，价格不错。刚刚有8块的，现在甚至都1倍了。商品的好坏在这时候都看得出来。是，价钱太高，我标到时间了，超过了预算。好了，OK 了，我下台了，下来了。这个拍卖速度有够紧，每一个项目的号码一直跳，拢伫几秒之间就决定结果。紧、详、准，永远是拍卖过程的关键字。毕竟高一个牛肝仔面，就无同的产地，一下手就要连续拍卖200-300个编号。互我想到秒杀这个网络用词，伫现主时，这绝对不是一个譬喻，真正就完全是秒杀。现在辣椒吗？对，在大城。零个一个，你要全去哎，你8块。因为他要全区就是要把价钱拉高啊，才有权利讲话。价高得标嘛。对。辣椒的竞争还蛮激烈的。应该讲说是种的人很少啊，他用的人也不多，所以供需的问题。你搞定了。价值太高了，拍卖是没有上限的，愿者得标嘛。无论是台顶的迄个拍卖者，也是客伫台卡的竞标者，每一个责任的节奏拢融入中间，听做逐工特殊高速运转的一部分。我发现规个过程用兴奋流水来讲，嘛袂收限。在我看来，甚至阁有一种讲袂出的良心、良性的样啊，这个责任竟然就亲像会甲全场顾条条。Grooving 真牛的人指歌手。9位来13、44、55来0963，来0248，条，来35位来17。他怎么会知道你的件数？你会在手势里面比吗？对，会比。44来0258。他这个交易在3点到6点左右。如果说市况不正常，会到6、7点左右。那不正常就是供需到货量太多，卖不掉啊。哦，卖不掉，你就一直持续的一直延后。对。13、7、8来。吴老板若一摆要甲我讲，真正足神奇的哦。只是逐工桌顶简单的一杯菜，就要经过遐尔多人为产地货运来遮落货，煞落有人整理贴货、订介绍、拍卖、买去、上货车，上尾到逐个市仔，才互恁兜的人要转去煮食的，敢若是一杯菜尔。新高的果菜，
随着一箱一箱互搬去你世代的电动拖车，搁赶紧装起你准备送去各地的货车。所有的工课拢爱伫天光进前完成，安尼才会当确保台北各地的单开市了有菜通卖。然后你现在我要刷卡，资料就连线到里面，然后拉出来就是要给拖工拖，所以速度很快。它是即时的嘛，这就是你刚刚买到的嘛，成交有2个嘛，所以你说35件。对对对，列印出来很清楚哎，有等级、品名、公斤数都有了。那托运工就来搬嘛，他就开始载货。载货，在前面哈，好。这他家哈，会他家吗？会，因为每个家都要提货。这样一箱多重？大概25公斤。25公斤就这样一把就扛起来了。这种东西都是借力使力，超强的。OK 啦，这很轻松啊。那你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不小心摔倒的？都会。那怎么办？现在应该比较不会了哈。久了就会怕。滨江市场的菜贩啊，刷落来就爱较紧夹这的菜，赶去你货车运出去，去各地的菜市啊、店头，有的直接去餐厅。这里的话应该是在7点左右，这些成效人就会到各个市场去做生意了。等下开始把半暝标着的果菜摆出来，为2楼直接搬去1楼卖，互滨江市场的单啊比其他的市场鲜搁较俗。有点冷哦。原来滨江市场的地下室有机关的，规站拢是超大型的冷藏仓库。有的经销商会把果菜寄伫遮，亲像几工前，吴老板用较俗的价销买超过餐厅需求的番椒啊，然后先平伫遮。若今仔日拍卖场的价销偏悬，因就免急要买，先用库存的就好。开慢一点啦，早安，开慢一点啦。早。那里面整个就是4度，比较有规模，就会在这边租一个位置这样。对。这个冰库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像是一个调节价格的一个库存吧。对，辣椒都已经以后都包装好了。所以像今天辣椒的价格比较高，你就不会特别要买。对，我就不会去买。辣椒可以放比较久，对不对？对，差不多10天，那品质啊。哇，这青辣椒，这个很漂亮哎。对，那刚才楼上没有到半件呢，都没有到1件这个。对。伫滨江市场西几暗的感受。其实用震撼来形容嘛，袂伤撼。这真正有做一个首都之位的大气势，把国家的农业生产甲市场经济，规个有效率联动起来，有各种食材直接结合统计、算价销、运送，伫短短24点钟内，就会使为产地来到恁兜的饭桌，甚至入去你的腹肚底。这个大型的人力甲物力的动员过程。实在足壮观。天光啊，大家劳动归暗，总算会使小休喘一下。市场的角啊有一个自助餐，甲饮料分担啊，会使坐落来休困，食早顿。
你几点就要开始准备？我差不多晚上7点就要准备。晚上7点。哎，卖到几点？我卖到等一下差不多6点20分我才收摊。所以什么时候生意最好？差不多断断续续啦，一进线市会买一时啊。啊，中间头3点到4点半的无人。哦，因为被怕呗。对。这个算早餐还是晚餐？也很难讲，对不对？工作的有的人一路上找不到点，他们也没有吃，就来这里吃晚餐。有的人来这里吃点心，各式各样都有。这大概是遮大的滨江市场，我唯一会感觉慢落来的休喘空间。毕竟紧慢的对比实在伤强烈啊！明明一世纪，拢还阁有人车快速通过，不过这个角啊，就亲像无因刺刺的宇宙航道边仔的一个休困站，是有够明显的存在。其实为透早就一直有台北大餐厅的总铺师，唔惊辛苦，走来市仔亲身买菜。伊唔若亲像咱讲来减减的食材拉人，甲党仔之间嘛有真好的信任关系，甲合作的斗搭。今仔日要带我做伙买菜的史达鲁，嘛是一个讲到菜市仔目睭就起金的少年总铺师。OK。就是如果我们是面对出口的话，水果在左边，蔬菜在右边。这个砂糖橘啊，它有日本蜜柑的甜度哦，香气也有哦，但是皮很好剥。蔬果的命名也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创意。砂糖橘嘛，对，真的还能不甜吗？对不对？这个甜柠檬，有人叫柠檬蜜柑，这很好玩的，闻起来是柠檬，吃起来像橘子，甜甜的。所以它不是柠檬，它其实是蜜柑。我其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柠檬还是蜜柑啊。我在蔬菜那边他们叫甜柠檬，然后跑来这里他们叫柠檬蜜柑。水果区其实蛮好玩哦，老师你注意看啊，这边的水果每一个都在比大的，或者是比漂亮的。你看这释迦，哦，看起来跟假的一样。柿子也是啊。滨江果菜市场啊，它的水果跟蔬菜这两个市场的差异是很大的。蔬菜这一区其实很庶民，它有很多在地的食材，价钱又是很漂亮、便宜的。对，可是，在水果这边你会看到它的等级都很好。当然，它在地跟进口的是都有啦，但是他们的进来的货都挑过，都是最好的货会在那个滨江这里摆出来。我都笑说这个叫做探病等级的水果，探病的最好的水果。西果子区的脚步搁较慢啊，这区的气氛敢若嘛相对加较恬静。袂输这是一种对上悬顶级果子的疼惜。你虽然唔敢凊彩甲卡，不过敢若是看起来多彩把甜，偏起来厚薄交叉的香甜，就互人心肝会晓呢。早上都会这样塞住，然后我们要绕路。他们最大，对，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大量的菜都要转到台北市其他的传统市场去。嗨，老板。早。早。老板，你家的菇类好多。是啊，我叫菇王啦。菇王。这是什么？樱花。以前哦很贵哦，这个食材1万块，你网购一定要1万块。它这个不是水菇哦，它是本来就结在上面。它是结晶体。它是栽种的吗？还是野生的？
自己种的。塞皮的，吃看看，那生吃的，好妙哦。对啊，它为什么有一点咸咸的？它就是好像这样海水的。所以它很特别。不过老板这个今天用不到了。我只是让你介绍，我又没钱叫你用。哎，这个我要买散的可以吗？对，拿去啊。这个也少见哦。金针水，金针花结完之后，中间那个很嫩的，我们还是把它拉起来用。它叫做忘忧草，忘忧草，忘忧草，那就搞了。吃了会没完的。香蜜龙仔。哦。哎，老板，你火把菜一只大概多少？20块左右。他买2只。这个叫什么？火把菜。人家叫火把、火炬都很这样。削下来之后，里面啊晶莹剔透，很像玉一样。我把它当豆腐来用了，切长条，然后用海鲜高汤或其他高汤把味道煨进去。这上面叶子拿来做上海菜饭才是真正的正统。哇哦啊！著名的上海菜饭用这个。滨江市场的菜的多元性，我认为在整个台北是无敌的。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你要买西洋食材啊，就是欧洲的食材，你要去百货公司楼下的超市，其实错了，你要到这里来买，全部都找到。如果这里没有啊，其他地方也很难找。老板结账了哟。那个三当归再给我1条。现在看起来很新鲜啊。这个。对啊。你们三当归都不会结下面。那你还要怎么？你放那个介绍。哎，真的哎，野生当归啦，野生当归。这个其实很少见啊，这种食材啊，在台北其他市场，至少前几年我在看的时候是看不到了。除了在这里看到，上一次看到就是在屏东的大武部落。哇哦，对啊，不是每一次来这一摊买都有。哦，没有，他就是要看。就是这批货什么时候到，或者被谁拍卖买走，其实你也不知道。了解。整个滨江市场，乍看起来它就是卖一般的青菜，但事实上里面都藏着各式各样比较罕见的食材。嗯，这是光菜市场的乐趣，像挖宝一样。对啊。千万唔通叫是菜色果子的种类，就固定迄几项尔。其实逐工拢一直咧增加，也是去变化。足侪唔捌看过的，新进口的、新改良的、新透整的，所有的新改变，拢显示人类伫农经技术的丰富想象，甲骨力突破。甲主食的职人同齐来买菜，对于甲卖菜的职人讨论研究，唔但趣味，嘛得到真大程度知识层面的满足。老板，栗子、地瓜要怎么挑？大小的不一定哎。那如果真的小的比较好，对不对？小的比较快。好啊，那我买小的试试看。这个吃起来比较没有传统的地瓜那么甜，对不对？不会很甜，但很松。很松，哎。所以据说有栗子味。有一点点的。你的店重量感很重。人每天在抬啊。对。滨江市场上迷人的所在，就是内底无同的摊，会有家己专长的分工。有人的专长是菇类，有人会使叫做贩卖朴素，嘛有头家干那卖各种根茎类的菜色，干那番薯就有10几种。味种的方法，到煮食的口感拢无相像。另外一摊专门咧卖柑仔蜜的，嘛袂输人。老板，小番茄、中番茄，还有比较橘色的番茄，这个到底品种有什么差别？这个是玉女，它这个是有甜有番茄味道，有甜有番茄味道，它这一组吃起来比较绵。嗯，这也是玉女。对，果肉不一样。这是你们的强项，对不对？对对，这是黄金圣女，
黄金圣女。对，它这个是桃太郎，是牛番茄的一种。它看起来有点雾面嘛。对，那个是本来就那样的。对，名字怎么都这么可爱？你们这边用来形容甜的方式好多，爆甜，双 LV 甜哈，就是比 LV 还要 LV 等级的，对不对？在传统市场上新色的部分之一，就是看这的单啊，家己手写的广告标语，还有头家结头脑，甲一直进步的新品种，和一个城人的新名。这虽然略啊喊过好笑，不过写伫点头足古锥的文字，真正是充满市民的创意。老板，你好。这个花椰菜有点特别，它柄好像比一般的花椰菜长哦。对，这个叫青花笋，它口感比较脆，一般的青花它口感比较软嫩一点。哦，所以它反而故意要留这个柄，对，然后让你有那个口感。对。我看到那个红萝卜好像特别细这个是小红萝卜，这个是台湾的。进口的话是夏天，那现在冬天大家就从国外进种子回来自己种，因为台湾自己种可以降低成本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树番茄，它原产地是在中南美洲那里，在国外他们是当水果用啊。可是在我们这边来讲，做水果啦，或者说做一些酱汁，其实都还风味蛮独特的。所以像黄色、绿色那个都是番茄吗？对，这些是进口的。黄色的话，台湾产的就没有甜味，那进口的他们就比较有风味，可以做变化。这个也很特别，这个叫紫橙或者称为手指柠檬。手指柠檬，对，我请你试一试看看，好不好？所以它可以直接吃。它就是属于柠檬啊。它就是柠檬。对，它这个就是蔬菜界的鱼子酱。鱼子酱，对。真的很像，它就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小小的这样子，所以直接吃这一粒一粒吗？对，它带一点柠檬的风味，微酸，增加你料理的深度，口感很特别。对，它就是有就像鱼子酱那样，砰砰砰砰，一粒一粒的。对。又看这个罕见的食材，手指柠檬有偌珍贵，一斤3000块大票，真正让我惊到戆去。掰开摕来片的时阵，油雅的清芳。让人目睭起金，放入去嘴内，一粒一粒，直一尖掰开的口感，你就会了解讲，伊是安怎个会叫做像哪来的鱼卵酱啊？那像进口的这些蔬菜，你那个量你要怎么样去管理跟控制？现在像赖啊一些简讯软体方面很好运用嘛，好科技化，就是请他们chef方面，要换菜单之前，大概就先了解。先托个给我们知道，先把这个量抓出来。所以那群组蛮重要的，巧妙的控制。因为精致的蔬菜说真格的啦，比较嫩，不好保存。你要保持新鲜给客人呢，就是真的就是要靠这些软体来帮忙我。没错，量要控制好，价格也不至于因为量的波动产生很大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有蛮多大厨，他们就来这边找灵感。像创作一样，找那种特殊的素材，所以我就尽量把东西备齐多一点，让他们可以有的选择，甚至可以激发他们的力量，应该是这样。这蛮重要的。米其林有进来台湾评鉴以后啊，大家对于这个料理的食材啦，还有那个厨艺方面来讲，都有在提升啊。那我们相对的要跟得上，配合那些厨师们他们的提升啊。真的，那你们这样也算是米其林背后的推手之一。重要推手没有啦，是大家相辅相成啊。在咧甲叶老板的互动当中，真清楚就会感受到伊对各种珍贵食材的热情，支持伊对农作物的配合。嘛，因为安尼，伊会甲米其林的总铺师互相配合研究。Yeah, 5 piece. 5. Yeah, what mushroom? Next tomorrow you. Tomorrow baby 应该 OK。1 bus。新加坡嘛，那印度嘛，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也有过。那他们来跟你用中文沟通吗？基本沟通啊，其实我这边很多chef他们每天来，他们都会帮忙我啦。法文啊、英文啊、日文他们都很懂。联合国
也许讲得不好了，刚开始就比手画脚了。传真过来的菜单也都是写英文，然后因为我本身英文能力很弱了，然后他们写英文不打紧，而且是用草写的，然后真的是看不懂。因为以前没有LINE，只有传真嘛，然后半夜起来的时候，就从他以前的这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对。哦，哪个地方好像 L 啊，哪个枪跳起来，他就要打点了，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对这样子。那你稍微等我一下哦。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啦，那是后来结了婚以后，就刚好我丈人要退休了，所以我顶他的位置。因为其实我们家以前刚开始也是卖菜的，所以我老婆他们家在做这方面的生意啊。没有接我爸的摊子来做这个，可是后来因缘际会，好像也是注定还是要做来卖菜。贵建筑内底，也就是协议的滨江市场行出来了后，外口是拓规个街区的更较广义的滨江市场。这卖食材物料，逐项拢有。对有店头的商家，顶仔骹的摆摊，到大路边摆规排的贩仔，卖出一个做甲甜出来的澎湃景观。市场毋若是用片仔、用目睭摸看卖、食看卖尔，听觉嘛绝对是核心的体验。一个活跳跳的市场，对声音就会使感受到伊真旺的生命力，包括接起遐落的话麦声、奥多麦声、画架、台架、各种机具。菜刀剁剁剁等等，才袂输一个声音的自保盆。市场敢若是一直拖落去，可能有一种继续踅落去，行入去巷仔内的欲望。哇，你们这边面的种类很多哎。对。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做吗？对，直接这边做。所以等于说小工厂直接做，然后直接出去。对。你们那个制面的材料好像很强调养生，然后强调它的材料是很好的。天然的，因为像一般他们有的都会加色素、加香精，我完全都不加。就我教你怎么选择，你知道吧？你要先给它闻闻，你看你这面条有没有面香味？你说面要闻？面一定要有面香味才可以。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清香。清香味，对。就是面粉那种味道。面要新鲜呐。所以闻是很重要。对，这个南瓜对不对？真的哎。你看这个荞麦不是人工的。荞麦味道又有点不一样。这不一样的。你知道这实在太香了，所以会一直想要闻。对呀，不要很内行就可以闻出来。对。老板，那你那边还有一块小白板，那个是写什么？我写每一种面的规格要怎么调，它的长度，还有时间，还有它的刀柄，刀子要换哪一种刀子都有分啦。看你要一斤要分几头的，都要算出来这样。我真好奇，搭伫壁顶迄张幼路的表，记录10外种大面的成分比例，会用这种亲像科技研发，严格来做面的职人，唔知影因过去是安怎踏入来这个专业。本来我现在是做建筑业的啦，那盖房子嘛，我以前在陆上公司当财务长，
像我以前在盖房子遇到那个中美断交，石油大涨价的时候，真的受不了，房子不好卖。真的哦，以前都坐着办公，现在做这个实在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一定要有毅力啊。我们做面才知道，原来东西这么容易坏掉。早上5点半做面，超10点哦，东西就快一点有味道了。啊，所以就跑到那个中华服务中心请教那些前辈，还有跑到新竹食品工业研究所，那里面都很多的博士。啊，他会教你说，哦，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一些比较有健康的东西，怎么开发？他说你一定要冰。啊，我先生以前盖房子的时候，常常把面轮当做那个水泥啊。那今仔水泥要做偌济，拢嘛安尼讲，我就笑到呀。哦，这个犯这个错已经起码有10次。哦，我讲咱今嘛不是咧基础呢，那是咧做面，你也不知。要以工作为乐啊！为头家娘的讲话，我感受到的已经唔那是做面的面烂甲热情，佫有引发伊用科学精神做有效率的生产管理，甚至是伊对人客饮食健康的关心，就亲像一个敢若正做大家共同的阿母，遮尔古锥的概念。哇，整个滨江市场除了里面的果菜批发，外面延伸出来的不止生鲜食品，还有各种南北杂货。这里的杂货除了本国产的以外，也来自世界各地，各种粉类，甚至还有22味粉，22味哎。换句话说，就是把这边的各种绿豆粉、薏仁粉、杏仁粉、糙米粉、四神粉、黄豆粉。全部加在一起的22味粉，这个太有趣了。原料不断的混合 mix 在一起，它也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整个滨江市场的一个很有趣的气味。这个店有多少东西？你算过吗？说得出来，我就知道东西在哪里，可是我没有办法统计有几样。货架实在太多东西了，通道非常非常的狭窄，要通过这个货架还要稍微减肥一下，缩一下，满出来的商品琳琅满目，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觉得滨江市场就是做菜的人最好的灵感的场所，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但是你一定可以在这边发现一些新的可以拿来做各种排列组合的尝试实验。走在这个杂货店里面，我们成语说五味杂陈，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五味杂陈了哦，大概100味杂陈都有。头家娘算是滨江商行第2代的经营者，上早是因阿兄咧主理，后来因为滨江市场内部改建，边仔生意稀微。因阿兄决定要搬去迪化街，伊就继续延续这个店面。即马细细间的店头百货齐全，一口就有4个人分工做伙经营。我现在是送货啊，那我是大部分都是门市的生意啊。那我小时候因为客人要东西要准备啊，还有外送的小孩子也要帮忙啊。我是看他蛮外向，有适合做这个工作，967，我才会叫他回来帮忙。阿嬷，91要炸。我本来在外商公司上班，回来家里上班比较轻松，偷懒比较不会被骂。应该说要接送小孩子哦，比较自由啦。可是讲偷懒。我常被老板娘骂，老板娘都说我上班不认真，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讲电话。没用心啦，没用心啦。因为我
价钱没有像他那么厉害，我价钱通常都记不得，因为太多了，太杂了。这是我的小车，因为价钱这些都没有标价，像五谷类的东西，然后豆子啊、糖啊这些。但其实除了我妈以外，其他人也都会稍微看一下。你有心要去记每一样东西，要去给他认识它。它是死的，你是活的，你要去认识它，你才会记得。你不是用背的，你用背的，你永远学不会。这个几千样的东西，你只要没有用心的话，你永远都学不会。所以我每次被他念的时候太难过，就跑到对面去卖菜的那边，因为那边有我朋友啊，去那边诉苦，然后他就觉得我上班是在玩。店头卖遮侪进口的食材、香料甲酱料，来遮采买的外国人客当然嘛袂少。真正买掠的头家娘，透过长期观察，发展出一套有路精工的10岁采购人类学。这边做生意有很多都是越南女子哎，很多越南的女孩子都自己来台湾自己开业做小生意啦，就越南小吃啊，就是越南最多。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他们是男主内女主外，所以他们很努力。上演在这边开以后，很多都是港澳啊，或是新加坡的客人，他们讲话就有一个口音，那我就知道他们是外国人，我就会介绍他们用我们台湾的特产，台湾的豆腐乳跟笋子，这2个是最多日本人最喜欢的。烟花虾他们也很喜欢。谢谢。好，谢谢。我去试试看。改天再来。谢谢。谢谢，拜拜。我伫滨江市场一天大大，清楚感受到这的日常运作，已经唔是食遐尼简单，甚至甲比如做各种学问的外教室嘛无过分。我家己做一个大学老师，进伫遮，颠倒像一个爱读册的学生，修行实在足多的。凡是经济系应该来学一寡交易，政治系学权力，人类系描写各种互动，社会系来具体明白什么叫做结果。若是管理学院，请向遮的职人请教高速运转的效率是安怎达成的。要暗暝5点，史达鲁转来灶骹顶功夫，台北人姚嫂嫂准备食饭。同时间，胡老板嘛接订单开始上班。逐天，滨江市场为下晡5、6点，开始迎接全台湾产地的农民新血，一路消化到过顿工透早的6、7点。送走一台一台，再去各地去卖夜市餐厅的货车了后，人潮才豆豆啊散去，暂时休困一下。不过伫工时间，直接面对消费者卖千百种食材的滨江市场的另外一面，才拄要开始无用。等到要暗暝，车仔到一个坎站，大卡车阁陆续到位。日连暝，暝连日，这个市场像星星咧运转。拢无休困。